Tech Canto，你試過叫 Alexa 幫你做個播客節目未？ Amazon Alexa Plus 而家識嘢啦，你只要話俾 Alexa 聽想講咩話題，佢就可以即時幫你生成一個完整嘅 AI 播客，仲有唔同主持風格、音效同音樂添。間公司話用咗最新語音合成技術，早期測試嘅效果都幾自然。哇！以後開咪都唔使揾人幫手咁麻煩。不過 AI 做嘅節目聽起上嚟真係夠自然，自己試過先知啦。LinkedIn 終於受夠晒啲 AI 文啦。LinkedIn 宣布要嚴格限制 AI 生成內容嘅分發。間公司話太多人用 AI 批量貼文，搞到成個平台質素跌晒。新政策會標示邊啲係 AI 創作，仲會優先推人手寫嘅專業文章。呢個決定真係有人歡喜有人愁，啲人覺得終於有得抖下，但靠 AI 經營嘅人就頭都大。你覺得 LinkedIn 呢步啱唔啱呢？ NASA 今次真係好識揀，借火星引力做順風車。NASA 嘅西結太空船正前往小行星途中，經過火星嗰陣順手借用引力彈弓效應加速，慳返好多燃料。西結小行星估計係由鐵鎳組成，可能係古老行星嘅核心，研究佢可以幫我哋解開太陽系形成嘅秘密。哇！太空版順風車 NASA 真係慳住燃料都要去探索宇宙。西結小行星入面到底收埋幾多秘密呢？ Google I 斜線奧2026快到啦，今年有咩睇頭？ Google I 斜線奧2026開發者大會就快到啦，預計會公布 Android 新版、Gemini AI 更新同新一代智能眼鏡。分析師估計 Google 會重點展示 AI 同硬件點樣融合，特別係 AR 斜線 VR 方面嘅新方向。每次 Google I 斜線奧都有好多驚喜，今年仲要有智能眼鏡，唔知會唔會有新硬件呢？好期待啊！6000蚊買對打機耳機，你捨得唔捨得？ SteelSeries 出咗隻旗艦級 Arctis Nova Elite 耳機，盛惠6000港紙。評測話佢嘅音質真係冇得頂，低頻同空間音效特別出色，而且電池壽命係同類最長嘅之一。不過6000蚊呢個價，真係要諗清楚先好落手。6000蚊對打工仔嚟講真係唔係細數目，但如果你係 hardcore 玩家，可能真係會忍唔住。你覺得值唔值呢？ Google App 終於唔使再眼花花啦。Google 終於更新咗佢哋 Android App 系列嘅圖標。以前成日有人話分唔到邊個 App 打邊個，而家新設計保留咗標誌性4色風格，但加咗更多辨識度。最正係會自動經 Play Store 推送，唔使你自